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熊一奎，我是小主播笑笑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马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主播阿宽。欢迎收看2礼拜社会事件簿。希望观众朋友看这次节目时间已经18号嘞。你们不要他们的主题是营养午餐。你们对营养午餐用表情符号来呈现会是什么感觉？我觉得都很好吃哦，尤其是肉。我觉得是普通，不会说太难吃，或者是说很好吃。不屑的表情。不屑的表情。你们学校的午餐怎么了？我觉得就是如果有选择的话，它不会是你吃的餐厅。所以营养午餐是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为什么会有营养午餐呢？先来看2礼拜社会汉议题。当年17岁的张义好教，连上4节课都会当做生意点，都是忘记了，是冻酒了。那么简单，拿到的营养当做菜，上没看到好吃的菜。俺们是放菜头，干嘛这么担心哎？自己改菜呢？同学家，你看之前，人家来看下营养当做菜是用的来源。台湾清朝的营养当做菜是1952年开始的。当时台湾的患者卡落后，小朋友普遍都营养唔好。故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赞助为脱脂奶粉，帮全台湾150亿人的国际后生的人士。当做菜爱营养的概念，就按呢伫好教来推广的。到1970年代，台湾的经济越来越繁荣，营养当做菜就对国际播出，改造后生的自家来出钱。1602年，政府规定，只要有40班以上的好教，天朝要有一个营养师来把关社会营养。唔但请要注意有营养冇，连热量都要上高哦。因为营养当做菜，无论家庭的经济情形样嘅，大家伫营养师的调配下，吃的东西都共用哦。故作唔看到的风流配的，就会被动牙空气，掌握饮食的。讲到到空气的食物，有条社会就系好食。故作台湾的营养午餐有一个动态的问题，就是处于太到位。今日研究来谈看下，有条社会对营养当做菜的看法，大家看下来明看下，按样来做，有条社会将会让营养当做菜都死呛呛。这个通话界你看到了，台湾从有营养午餐的概念到今超过半世纪咧，你也遇到最大的问题是学生的营养午餐。用太多冇食得，所以你了解一下，你也调查是学生好吃乜嘅，又唔好吃乜嘅。来，这是调查台北跟新北40位高年级的同学。同学喜欢的午餐菜色就是第1名就是肉。你讲错了，是肉。为什么讲3次？很重要，就很重要。这大家都是肉食性动物。来，再来。然后第2个是异国料理，意大利面、玉米浓汤跟咖喱。第3个是油炸类，炸鸡、炸猪排。我想要了解一下，这样的调查结果符合你们在班上自己看到的状况吗？非常符合。你来看一下，除了好吃的东西，大家唔好吃的有乜嘅？同学不喜欢吃的午餐菜色，第1名就是味道特殊的菜。第二名是鱼虾，跟它并列的是植物性制品。鱼虾是让我比较意外的。一般的学生不喜欢吃海鲜吗？我不喜欢。我也是。我讲一点哈，鱼跟虾它在食材的要求跟料理的程序上，相对来讲跟其他菜比起来是比较要求比较高、复杂一点的。所以你们平常在营养午餐会吃到鱼虾类制品的比例高吗？比较少，比肉还要少，比一般的肉还要少。不高。那第1名的就不用讲了。这里面你有没有发现，在你们这个年纪人最不喜欢吃的是什么？不是我不喜欢吃芹菜、白菜卤。班上就比较不喜欢吃那种杂的，就是很多食材加在一起，
哦，的一你就说，道菜，所以也不是白菜的问题，是做法的问题。应该是做法的问题。 OK， 看到通學咗眼度唔好食嘅東西，為到解決廚藝用太多嘅問題，人家進一步問佢哋做乜嘅唔好食嚟的東西。我們來看一下，為什麼同學們不喜歡吃這些菜，有什麼理由呢？第一个是味道恶心，第二是吞咽困難，第三个是过敏，第四个是味道强，第六个是煮法不好。來，針對這幾個理由，你們馬上能不能一個理由聯想到一道菜？地瓜叶，哦，地瓜葉，它可能這個。那个皮的那个，哦，說它沒有沒有把它絲哦，所以吃到最後就是整個這樣纖維太多一坨哦，地瓜葉吞咽困難柳葉魚，哦，柳葉魚啊啊、哦，你可以聯想到的味道惡心。有些味道像的，就像是蒜香意大利面。哦，蒜香意大利面，你覺得太嗆了？那是我最愛。啊，蒜香，哎，你們兩個是同一班的哈，對同一道菜差別這麼大哈。咁你看睇哈，又好嘅菜，又唔好嘅菜，除了透過一樣熟食的了解，入做咧設計嘅方面，你啱先就來看一下學教學生啊，你們看幾條演講唔錯，看我來看兩禮拜。太偏寵。迄個馬介菜係大家同學都試過嘅，唔試過就會好教嘅營養當早餐。唔過啲營養用暫時背後，有好什麼，有教醫什麼，但係有的同學卡從事嘅。上嚟大家對營養當早餐有馬介看法呢？因为学校的营养午餐有很多营养的东西，因为它的菜色有各种不同的，觉得还蛮好吃的。因为学校的营养午餐很健康，跟大家一起吃的时候感觉更好吃。我不喜欢学校的营养午餐，因为不好吃，没有味道。我觉得它有点太淡。我在1、2年级的时候吃到过学校的塑胶片，然后它的味道曾经有吃过有那种汽油的味道。会剩厨是因为我装太多，吃太饱才会剩下。我不喜欢吃番茄，所以我都会剩下番茄。通常都会剩下鱼、豆腐跟蛋。鱼有的时候很咸，因为我平常比较不敢吃软的东西。我在学校吃营养午餐都没剩过厨余。不会，因为老师会管制。因为都吃的很多，而且那个如果吃不下的话，也不会盛太多。可能是因为它有可能很营养，就像什么药都会很苦，可是很好。应该是因为要营养均衡吧，因为叫营养午餐，所以要有营养。那些出现在营养午餐里面的东西，我觉得很健康，但是有时候我还是没办法吃下。各位观众，掌声欢迎柳叶鱼。开始讲味道填充啊，很多的题目有。好，来，现在现场哈，观众看到2个不同颜色的积木，红色的积木上是小欧们喜欢吃的，黄色的积木上是不喜欢吃的。来，这个柳叶鱼谁喜欢吃？我的。你为什么喜欢吃柳叶鱼？就是我们你对着马克说。就是有一道菜是黄金柳叶鱼，它香香脆脆，很好吃。有吗？你们不是在同一班吗？黄金柳叶鱼那一天你请假是不是？没有。OK， 来，为什么喜欢这白菜？觉得它的口感不错，然后呢，煮的方式也不错。这个是我的。看这个食材，你知道它是什么菜吗？玉米浓汤。从小还蛮喜欢吃这种一根一根那个煮玉米。煮玉米，可是玉米浓汤不是一根一根的。对啊，就是反正就是喜欢玉米浓汤，对。爆一爆，弄在汤里面。对啊。所以你是喜欢玉米。OK。好吃的看的，来看点好吃的东西。空心菜怎么了？它是直接用油炒，很油。哦，炒得太油了。OK， 如果学校的餐厅换个方式做，你
你对空心菜本身是没有意见的，你愿意吃它吗？是可以的哈。黄金柳叶鱼，名字多好听啊！它有很多的那个软。那你吃肉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所以是它的蛋让你不喜欢吃。对，还有它的猪排也不喜欢。红萝卜炒蛋，炒蛋就是蛋的味道很重，除了茶叶蛋以外，其他我都觉得恶心。所以你原则上就是不喜欢吃蛋。来，3个菜你们不喜欢吃，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不喜欢吃的菜里面有哪一些营养？比方说，空心菜有什么营养？它有膳食纤维，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肠胃蠕动也比较好。肠胃蠕动能干嘛？可以帮助消化，帮助排便。刘叶鱼先生或小姐，他有很高的什么？维生素 E。是，还有呢？钙质，还有蛋白质。来，导播，我们看一下身高，在这里面谁最需要钙质？我。不好意思，你愿不愿意为了柳叶鱼的高钙质，考虑要吃它？不会。那以后你还是马来西亚还有其他的东西可以补充钙质。OK， 来，红萝卜跟蛋，维生素 A， 维生素 A 可以帮助消除眼睛的疲劳哦，还有增加视力。对你而言，这2件事情重不重要？可是增加视力哦，就不用像 Mark 一样还要戴眼镜。对呀。所以你们也知道，东西不喜欢吃，可是就像营养午餐4个字所接诸的，它除了是午餐之外，它们还有营养。唔好食唔好食，你也抢你的學生啊，同我拜都好高興，搶記得自己用法度的方式，係講在自己嚟食嘅愛食嚟做，有哪條內容可能來看下不兩堂 VCR。下次要發揮時間到位，搶爆出來，唔前講透度，先上我嘢係用嘅嘢營養當早餐。我理想中的午餐里面有饮料、薯条、菠萝面包、披萨、冰淇淋、玉米浓汤和珍珠奶茶、汉堡、牛排、雪碧跟热狗和鸡翅、意大利面，然后旁边有一些菜，因为要营养均衡一点。还有这个是冰棒，还有这个苹果泥。我还蛮喜欢吃甜食的，所以我也喜欢吃牛排，所以我把这个牛排画成有那种巧克力牛排面，用巧克力做的。然后我还有再配布丁啊，还有一些冰淇淋这样子。意大利面，然后水果、饼干和果汁，因为这些东西在家里就不太能吃到，所以就很希望可以吃到这些东西。有面包，然后有味噌汤。为什么学校营养午餐不能让我们吃到这种东西呢？哇，看着肚子都饿了。Mark， 我们能有什么隐隐满面的这么梦幻的营养午餐的菜单？我刚刚把同学们画的图画中剪贴成2张营养版跟梦幻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内容。主食是米饭，是，然后配菜是沙拉，还有鸡腿，汤是玉米浓汤，然后水果是苹果。价格是怎么来的？估算的，上网。目前市价。来，你们知道现在学校吃的营养午餐多少钱吗？45块，45块到50块左右。那学校45块到55块吃营养午餐这件事情，就价格而言，你觉得合理吗？应该不合理吧？怎么说？怎么会那么便宜？对啊，这么便宜，一餐不可能就只有45块。可是它是团膳啊，或者说学校人很多，对，它集体采购，这样成本比较低啊。你刚才讲另外一个白日梦版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内容。主餐是牛排，然后配菜就是牛排旁边这些蛋，还有热狗，还有那个花椰菜，跟那个什么马铃薯。然后呢，饮料是可乐，然后甜点是哈根达斯，水果是西瓜，还蛮不现实。这里面如果午餐只能吃一样东西，一个，你会吃哪一个？哈根达斯。牛排或哈根达斯吗？也是哈根达斯。所以各位团膳业者，要让营养午餐变得吸引同学，很简单，全部都改成冰淇淋就好了。来，我们看完这个，他们已经列了2个版本，125块版跟424块版。除了这2个版本的营养午餐之外，我们实际请我们的马克
在学校观察这1个礼拜当中，他们吃到的是什么东西？那同学们对于个别的菜有哪一些喜好？有哪一些厨余特别多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广告之后杨老转来。汉堡、鸡块、薯条是台湾小学生梦想的营养午餐。你知道这些梦想是真的吗？在美国，有许多小学的营养午餐都是这些高盐、高热量的食物。因为这些食物而让他们过胖，又健康又好吃的食物，真的那么难吗？洗下茶，喂下药，脚脚真的哟。抛开我们的白日梦，来看看现实生活中后生啊是的 Mark 东西。Mark 来介绍一下你这个礼拜以来的观察。礼拜一的菜色有葱烧排骨、油菜、番茄豆腐，还有芝麻饭。黄色框框是在全班都还没开始吃之前，然后呢，这张图是全班都已经使用完毕了。他们班大概比较喜欢吃油菜，然后最不喜欢应该是葱烧排骨。大家喜欢吃油菜吗？为什么菜吃光光？老师规定的。看到吗？每后生啊好是抢菜。所以没规定的话，你觉得油菜会？应该正常，因为我们班都是肉食性动物，所以不得不才吃油菜。为什么肉食性动物会留这么多葱烧排骨？煮的方式大家也不喜欢。OK， 所以不是只有太肉就好。油太咸。我们看星期二，介绍一下。星期二有香 Q 白饭，就是白米饭，还有大白菜、黄瓜什锦，还有泰式鱼丁。黄瓜什锦剩的最多，大杂烩比较不喜欢，就是什么都加在一起，面跟厨余一样，跟这图一样，跟右上角那个真正的厨余一样。来，星期四是特餐日，就是它的菜色比较特别。他们班的确是肉十足。每天老师规定要吃的空心菜量，不是青菜量了，不见得空心菜，大概有多少？拳头大小，再多一点点，就是一个分量。每日5蔬果长的就是5个拳头的大小，所以至少午餐就要1份这么大的青菜。有同学会偷偷倒掉的吗？会。所以再怎么规定，你看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来，礼拜五，哇，感觉也像特餐呢。有紫米饭、古早味卤肉、蜜汁豆干，还有白菜卤。爱吃肉的卤肉又剩了。这一天发生什么事？卤肉它怎么？也是大杂烩，咸，非常的咸，太咸。然后5个人不爱吃卤肉，5个人不爱吃白菜卤，这2个都是大杂烩，又是煮法的问题。对啊。看到日照礼拜几的吃的东西，最美人家走一下挑差不太看，还能清楚了解。我们看最后的这个排行榜的结果。礼拜一最喜欢的是番茄豆腐，最不喜欢的是葱烧排骨。礼拜二最喜欢的是泰式鱼丁，最不喜欢的是黄瓜什锦。礼拜四最喜欢的是卤鸡小翅，最不喜欢的是空心菜。礼拜五最喜欢的是蜜汁豆干，最不喜欢的是白菜卤。最不喜欢都是都是菜类，或者是煮法有问题，或者是大杂烩。星期一的番茄豆腐跟星期五的蜜汁豆干，它们2个在味道上有什么共同点？因为有点甜甜，又有点咸咸的。所以有没有可能甜的东西反而大家比较喜欢？或许吧。来，其實你看了的菜後，除了分析幾啲好食物嘅、唔好食物嘅，當從話嚟講，當呢個菜將嚟按到東西，係你講嘅汁，我係廚餘。而你所來看一件當特別嘅好搞，佢哋味道嘅減少，汁嘅量特別做咧食材搞肉來看，佢哋係樣板做嘅。還蠻好食煮啊！因為有同學啲嘅狗狗醬是胖呢。原來也按特別的考場，係新北市雲平國社會食育科，上來也同科係搞按到馬街呢。是鏡頭啊！你好，你要錄嗎？體體考場係體驗社會本單的秘書。現在孩子他飲食感覺說離食物很遙遠。後來我們就覺得說，我們可以回到就是像我們以前的家政課，就希望說讓他們跟
这些食物亲近。先生教同學，老師會用天幕嘅整數來，算嚟嚟做有乜嘅特別嘅意思呢？是很健康的原味，食物的原味，原來我們的身體是可以這樣照顧的。平常時食慣嘅卡油卡鹹，也有米些同學，好點點每次都馬鈴薯同紅蘿蔔嘅混搭嘅米絲，到上年嘅表情看起來都一奇怪呢。比起薯條，我比較喜歡吃剛蒸起來的馬鈴薯，因為它沒有像薯條那麼鹹，比較好吃。真的食物很好吃，因為比較清淡，而且又健康。今年課程學定自家來做，設計這樣的課程啊，就希望說，他又可以了解到，就是說這個食物對他吃了之後一些健康有什麼好處。再來呢，透過自己做，他也可以體會到哦，原來說東西呀，其實做起來是很簡單的。其實我就覺得說，教育就是這樣，老師的一種鼓勵，然後孩子呢就慢慢的覺得說，願意聽老師的話，吃的可以更健康啊。第三個課程，飲食食品加甜物有乜嘅唔好嘅素菜？市面上淡淡嘅食物冷搭，味道會食起來更加好食，韓國表味道較久到，都會加甜一道嘅化學加甜物，也咪係食肉口爽口嘅重點。炸食物、炸薯條、炸雞塊啦、可樂啊，好，不管你吃的這些東西，誰要求救？你的什麼要求救啦？腎臟什麼？心臟什麼？心臟還有什麼？小肝要求救了。我很喜歡吃糖果，結果就是老師講了這個的話，講了這個，我也是還沒有辦法克制，就是還是就會偷偷趁媽媽不注意的時候吃。經過冰淇淋店的時候，我心裡覺得很想吃，就知道對身體不好，因為它有添加色素和化學藥品，所以我都覺得很難過，就埋着頭就走過。大概我還是會偶爾吃幾次，因為它就冰冰涼。經過延平國小所做的食材教育，你看下佢哋新國有幾好？在新北市每位小學生平均的廚餘量總共有270克。一餐營養午餐會產生一個大概2層的漢堡，這麼大的270克漢堡。好，每一個人哦，來，結果永平國小呢？永平國小每個人平均廚餘量就有10克。就是一個小果凍這樣子而已，一口的那種小果凍，兩者的差距有多少呢？27倍。來，27倍。剛才看了永平國小，他們請營養師來上課，然後老師讓他們除了認識食材，他親自動手做。你們有在課堂上接受過這一類的課程或資訊嗎？比較沒有，沒有啊。那你們會想要知道這一類的資訊嗎？會啊，會，就是了解說這個食材。它怎麼來的？然後它怎麼做的？那有什麼？為什麼最後會變這樣子？如果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，在一樣45塊到55塊的這個經濟容許的範圍之內，學校可以做出哪些改變，會讓你們更想要吃營養午餐？就是讓學校幫我們上課，就是講說這個食物的來源是什麼，好處是什麼，就是講給我們聽之後，我們或許就會。就是為了那些好處，為了長高長壯，所以應該就會死。就是例如說，不要大雜燴。就是煮法不要跟以往一樣，什麼東西都加在一起。對，加在一起跟廚餘一樣。推出新菜色。哦，新的菜色你就會想要吃了嗎？就是想要品嘗一下。OK， 有一點變化。因談到3個同學有3個建議，準備參考電視挑戰的觀眾。對你來講，學校的營養餐在做哪啲改變或本意，還係想學習？以上是2禮拜節目內容，非常感謝大家收看。還有精彩內容，下週禮拜六晏午的7點半，記得準時收聽。4位吃天府，謝謝。眾法過眾，記得盤點體育改貴子麻辣辣椒。我要介紹的是慕容，她也是被稱為敘利亞的麻辣辣。我非常喜歡她之前有說過一句話，她說他們那邊的資金應該要用在於女生的教